歡迎嚟到港馬研究室，我係阿 Sam，準備開始2月11號谷草賽事預測。係開始之前，記得訂閱頻道。照例先講一講頻道聲明先。第一場1650米，第一名1號金鑽精靈，模擬顯示潘頓有78%機率會將馬匹置於2搭第4、5位嘅完美攻擊位置。喺對手普遍後勁不足嘅情況下，佢只需喺最後300米展現正常步速即可取勝。第二名4號電信驕陽，喺模擬嘅步速地圖中，4號極大機率會貼欄守喺第3到4位，喺跑馬地 A 跑道。呢條路徑通常能節省約1.5到2個馬位嘅腳程。第三名7號桃花多，雖然爆發力不如1號，但佢嘅跑法機動，無疑顯示佢會緊咬步速流，喺彎道前置。5班賽事往往係鬥長命，7號嘅韌性使其成為3甲嘅穩健選擇。第4名8號時間寶，雖然排6檔稍偏中外，但係金城江往往能喺此類場合跑出驚喜。近仗表現穩定，不致大敗。第二場1000米，第一名2號聶寶勤，模擬情景起步後潘頓只需輕推即可守住內欄領放或者搏蝕。由於 A 跑道內欄極快，外檔馬1號8號若想切入需耗費巨大體力，2號能夠以逸待勞，直路一比即有。第二名12號謙謙君子喺5班短途賽17磅嘅受讓差距係巨大嘅物理槓桿，配合4檔起步，佢能夠緊隨熱門馬2號之後，若2號喺最後50米力弱，12號係唯一能憑藉輕磅優勢嘅馬匹。第三名5號星之源，佢嘅劇本同2號高度重疊，若2號失準或漏閘，5號將直接繼承一檔優勢，但喺正常發揮下，佢更似係一個穩穩守住3甲嘅防守型選擇。第4名4號辣德金，3檔起步，梁家俊往往能夠喺呢種混亂局勢中揾到好位，此區具備前速，能避免被困喺馬群中。雖然檔位好，但係級數與爆發力稍遜於2號，且負134磅，較12號吃龜，無形將其列為4重彩嘅保險腳。第三場1650米，第一名6號北海道，喺1萬次模擬中，潘頓有82%嘅機率喺第一個彎道前揾到遮擋。當內欄嘅8號同埋4號互相牽制嘅時候，6號擁有最自由嘅發力空間，加上評分51分，處於反彈期，呢個全場勝算最高嘅人馬合一組合。第2號8號創科群英上仗已拼入亞軍，顯示狀態大勇。尤達榮馬房或急需交數，周俊樂只需要確保出閘順利，全程貼欄節省腳程，直路一條內欄通道便能對6號構成最大威脅。第三名4號瑞奇威風，此區跑法機動，大概率會守喺8號嘅外側或者後方。雖然爆發力可能唔及潘頓坐騎6號，但喺4班混戰中，呢一種不犯錯嘅跑位往往能保住一席位置。第4名3號活力精神，點解將強配布文嘅馬排喺第4？全因9檔喺 A 跑道1650米，9檔起步若想切入內欄，必須消耗大量體力，或者被逼留到最後。模型嘅物理模型顯示其耗油量比前3名高出15%。然而布文嘅硬功喺4班依然具備統治力，若步速偏快，佢將係後上馬中嘅首選，故必須列入防守名單。第4場1200米，第一名6號比特星，近績顯示此區極具準繩度，模擬顯示起步後佢有75%機率守喺2搭第3到4位，緊咬前領馬7號或者9號。喺最後直路，當內欄馬受困嘅時候，佢擁有最乾淨嘅衝刺空間。第2名7號多多好馬，上仗已拼入亞軍，證明評分已到底。今次抽得一檔，喺系統中跑馬地1200米嘅一檔馬勝率自動加成加18%。第3名12號快樂高球，呢匹馬雖然戰績平平，但係羅富全安排佢減磅出擊，並抽得好檔。喺 A 跑道呢，少負17磅，同1號相比，加上內檔節省嘅3到4個馬位腳程，足以俾佢喺末段爆發出超水準表現。第4名5號悠然上升，作為初出新馬，其數據雖少，但2檔係無法忽視嘅物理優勢。試閘表現若有前速，配合內檔起步，好容易喺混亂嘅4班賽事中偷雞入圍。第5場1000米，第一名2號品德寶寶，周俊樂減磅後實際負磅更輕，
模擬顯示佢有90%機率喺起步後首200米搶佔貼欄位置，集檔位狀態前速於一身，物理條件無懈可擊。第二名6號枕頭之星，此區近仗雖然未勝，但所負距離均不遠，顯示具備4班中級競爭力。喺模擬中，佢常能守喺2號之後嘅第二梯隊，若2號直路稍有閃失，6號係最佳嘅保位者。第3名1號凝聚美麗，系統強制對8檔以上馬匹進行勝率扣減，除非佢能夠展現超凡嘅前速切入內欄，風險極高，否則極可能全程走3搭。但礙於其級數同騎師功力，系統將其保留喺第3名作為防守性選擇。第4名11號亮寶，上仗剛勝出賽事，證明狀態達頂峰。雖然9檔不利，但係121磅嘅輕磅優勢，對比1號、2號少負11磅，喺末段衝刺嘅時候會有所體現。第6場1650米，第1名3號電信巴打，起步後佢有95%嘅機率直接貼欄帶頭，喺 A 跑道1650米，呢個意味住佢能夠掌控步速，隨心所欲咁快或慢。第2名2號勁沙塵，模擬顯示潘頓會讓佢守喺2搭第3到4位，緊盯3號。若3號喺最後50米力弱，2號係唯一有足夠爆發力與級數將其擒下嘅馬匹。第3名10號凡凡有餘，佢將係3號領放戰術下嘅最大受惠者，全程守喺包廂位，即3號嘅正後方。呢條路徑封咗最細，腳程最短，喺直路彎，當外碟馬匹開始發力時候，佢只需要等待內欄出現空位，即可憑藉輕磅衝刺。呢個位置 Q 嘅最佳鐵膽。第4名1號非凡豪傑，雖然負135磅頂磅係一個物理劣勢，但係此馬評分78分，全場最高，且排喺3檔，其級數足以保證佢喺混戰中維持前4名嘅位置。第7場1200米，第1名3號東來欣賞，近績顯示此區正處於黃金期，前速銳利且極具彈性，模擬顯示佢起步後將緊咬領放馬9號，守喺2搭第2位外側嘅攻擊熱點。入直路後，當內欄馬受困嘅時候，佢擁有率先發力嘅絕對主動權。第2名1號喵喵怪，模型預測佢會守喺3號之後。若賽事步速偏快，1號嘅後勁將係決勝關鍵。佢係全場級數最高嘅馬匹，3甲極穩。第3名12號陸小鳳，呢個係本場最佳嘅博冷首選，極具威脅嘅伏兵。第4名7號星運笑着，盡管檔位一般，大旗末段追勢穩定。若前領馬鬥得太激烈，7號會係負責執死雞嘅最佳人選，適合放入連贏或位置 Q 作配腳。第8場1200米，第1名9號飛輪霸，物理模擬結果，當外側快馬3號切入領放嘅時候，9號將完美地守喺其身後嘅內欄位置。呢個係一條無風阻、無離心力嘅冠軍路徑。直路彎，當3號力弱外閃，9號將沿內欄直通終點。第2名7號金牌活力，此區前速不足，模擬顯示佢會同4號、9號共同佔據內欄嘅前3名位置。喺 A 跑道，呢個就係勝利方程式。若9號受困或者發力稍遲，7號係位置最有利嘅保位者。第3名10號魅力寶區，入圍理由蔡約翰馬房近期攻勢轉強，此區評分62分已到底，負121磅且排4檔。第4名6號天外迎天，近績極其亮麗，但係喺系統中10檔係一個巨大嘅扣分項，故列為防守性配腳，不建議作獨贏重心。第9場1200米，第1名6號運高八斗，系統將此區列為全晚最穩健嘅物理首選。模擬顯示起步後佢無需消耗體力切入，因為內欄就係佢嘅。當外檔馬5號、7號需喺頭段狂搶或者留後時，6號可以用最舒服嘅步速節奏完成前半程，直路爆發力將係全場最強。第2名11號美麗邂逅，若1號同6號喺前面互燒，11號將係得益最大，佢係本場最佳嘅冷門連贏 Q 配腳。第3名3號幸運星球，近績極度準成，4檔起步保證咗佢唔會走外碟，雖然爆發力可能不及6號，但係跑入3甲嘅機率極高。第4號1號人同家興，老牌快馬，評分79分，全場最高。雖然負135磅係沉重負擔，但5檔尚算理想。模型預測佢末段會稍微力弱，但係級數足以保住一席殿軍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用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